台語字真趣味，鄉親啊，今仔日來看這幾個佇咱的日常生活，常常用到、講到的成語，台語安怎寫、安怎講？突如其來，台語講常常發生。這場常常發生的災難過去了後，在地人開始展開久長的復原之路。措手不及，台語講未予應付。花蓮馬大安溪的崩山湖一樓，短短10分鐘，大水夾爛土，衝入去人家厝，鄉親根本都未予應付。聲淚俱下，台語講哪流目屎哪海產。伊講到伊的委屈，是講甲哪流目屎哪海產真傷心。懷才不遇，台語講一把功夫無人捌。三叔公啊，常常咧怨嘆講伊一把功夫無人捌。說來話長，台語講起來話頭長。若要講因兩人的冤仇是觸甜複雜，講起來話頭長。今仔日的台語字，咱講遮的實在是真趣味。